是公视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缅甸大地震灾情严重，当地继续在咧搜救当中。目前有一个台湾人掉在咧倒去旅馆内面，等派人去甲救援。台南有一个70岁阿伯，对2001年开始，因为食酒骑奥多摆犯公共危险罪，犯关几落改。去年底搁再犯，法官即届改判刑7个月。台中陆成功汉溪妈祖绕境行在去起价活动22天，是全台湾日上长绕境活动，沿路经过11区116个里，4月19暗时回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9夜新闻，我是嘉豪。面对着这天灾地变，咱人就袂输是狗遐共款，来关心着这缅甸的大地震，附近的泰国呢共款受到影响，当地有一栋当咧起的30层大楼，一声就倒落来。目前尚无有8人死亡，8人受伤，超过90人失踪。那这栋大楼开超过这代表20亿起的，所以来传出讲这是中国合资，为什么安尼一声落来倒嚟呢？部分都需要来厘清原因。0328缅甸大地震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泰国。我们现在位在的就是泰国的首都曼谷哦。我们看到背后呢是这个所谓新建中的审计大楼，也就是这次最严重的灾区哦。它是直接呢从30层楼化为平地，可以看到目前怪手还正在开挖当中。目前呢总共累计至少有8人死亡，90多人还在等待救援，而家属以及亲友们呢也在周边等待着好消息。เป็นแฟนนะครับยังติดต่อ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อยากให้ผม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ไปเที่ยวตามสัญญาไว้วันอาทิตย์นี้ลูกสะใภ้ลูกชาย2 คนอยากขอให้รัฐบาล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ราถ้าตายมาก็ช่วยเหลือศพงานศพแค่นั้นแหละ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灾区的附近呢，就是知名的观光景点卡图卡市集，但是呢，整条路目前是已经封街的状态，包括呢救护车以及警备车还有消防车辆才可以进到里头。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另一头，其实民众的热心物资也持续送到里头，包括热食、餐盒以及矿泉水都陆续送到里面，包括给救护人员、给这边等待的家属，甚至还有给国际记者。ก็ตอนที่รู้อะครับผมก็คือจริงๆแล้วก็เป็นผู้ประสบภั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มื่อวานอยู่บนชั้น44ของที่ตึกทีวั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หลายๆเหตุการณ์ของเมืองไทยอะครับ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มีวิกฤตการณ์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ครับเราก็จะ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กั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ใจอยู่แล้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ฮะ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ภาคส่วนของเอกชนหรือว่าภาคส่วนของคนทั่วๆไปเงี้ยเ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กัน倒塌的大楼被揭露是由中国中铁时局来合资建造，去年4月甚至才进行封顶仪式，更号称是 SRC 的结构建造。不过呢，究竟为何会倒塌，还有待官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是公视新闻吕建云、陈宏毅在泰国曼谷的采访报道。伫咧礼拜下晡，缅甸发生大地震，规个中南半岛拢有感受到。就学者分析讲呢，这届发生地震的断层是缅甸中部的石阶断层其中的一段。这石阶断层是对1839年了后呢，就唔捌地震过，应力一直累积，才引起这款的大地震。学者也要提醒讲，真有可能会有地震，尾大家就要特别注意。日本下昼2点半，缅甸大地震，规个中南半岛拢有感受到，建筑物倒去，真侪路边拢破空，影响范围继续扩大。伫即马初步调查，地震发生伫咧缅甸的中部，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是极浅层地震。台湾时间2点20分发生了一个主震7.7的主震，并在14分钟的时候发生一个规模6.4的余震。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条断层带。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资料，那加上地震规模等原因来计算，这场地震的震区规模是7.7，换做咱电力所讲的岁数规模是到8.2。因为这回主要地震的原因是伫欧亚板地还有印度板地互相去溃掉，发生错动的就是石阶断层内面其中的一段。因为石阶断层全长是1200公里，是全球外晓的热络断层之一。湾的921大地震哦，
那个瑞士规模是7.3，但是地震距规模也是7.7。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地震你把它想象它是跟我们那个921同一个等级的。规模7.7的话，大概是177颗原子弹的这个威力这样。这王玉早伫咧2014年进前就捌估计，缅甸中部的断层活动周期可能只敢若剩200多年。世界断层自1839年了，完全拢无大地震的记录。另外，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新加坡地球观测站首席的研究员韦胜杰也提出同款的看法。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在比较担心的就是在石阶断层这个地震空缺区的边缘，它可能还会再发生其他规模比较大的地震。气象署估计所来自断层的沿线，因为应了做调整，一直还有地动尾。那是不是影响到台湾的周边版地，也搁要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 Can Help 讲到这缅甸昨发生大地震了后呢，屏东县国际人道救援队伍总共40个人在今仔透早就集合台兵，等待缅甸的通知。那收到因的通知呢，就当随飞到现场，甲因支援救灾。总统赖清德也伫咧社群媒体顶头发文，表示台湾会甲国际社会做伙来关注救灾进展。那准有需要，台湾愿意提供协助。安尼讲到进前呢，有一位伫咧万德里失踪的台湾人，目前是有联络到啊。不过有另外一对翁仔某呢，其中有一个已经走出来，也另外一个还佫掉伫咧倒去的饭店内面，需要去解救援。车队整理出发，缅甸强烈地震了后，屏东县国际人道救援队总共40人，甲高雄市搜救到南坡，离高拢到消防署训练中心来台兵，准备好随时要到当地来支援救灾。总统，缅甸强震，我方会协助泰国跟缅甸哪一些协助呢？总统赖清德也伫社群发文，表示台湾会甲国际社会斗阵关心救灾进展，若有需要，愿意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指出，咱自泰国甲缅甸代表处拢伫第一时间向两国政府表达，台湾会再派搜救队，不过伊愿等待缅甸甲泰国两国考虑整体状况了后来做出回复。也来原先团出伫曼德勒失去联络的民众，今日已经联络到啊，不过阁有一位民众伫等待救援。住处已联系上曼德勒当地因建筑物倒塌而失联的女性国人，她的人身平安。另有一对国人夫妇所在的旅馆倒塌，先生已脱困，仅有轻伤，太太则与旅馆的员工受困于倒塌的建筑物中，但仍可对外通讯。当地人员目前试图救援，住处也持续与相关的国人保持联络，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的脱困。另外，伫缅甸最成立30年的大商詹春云接受公司新闻时讯访问时讲，地震迄时人正伫咧第一大城阳光，伊讲当时感觉又较真严重。其实地震前一天，伊才到曼德勒去出差，伊讲伊算好运。时间摇晃应该只有30分钟而已，不是很久，但是它那个震度是在缅甸人的标准是非常大了。在我的那分公司，就是围墙是有一半倒，仓库里面的货全部都倒下来。本来就缺电了，然后这一次昨天整天阳光都没有电，今天早上才到，所以恐怕电，然后救援跟通信这些可能是更大的问题。詹春云讲，政无熟悉台湾人有伤亡的情况，也过曼德勒的灾情真严重，加上首都奈比都机场甲曼德勒机场受创严重，烦恼国外救援，若是要来到灾区，恐惊要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天灾地变，真侪人是无心情去佚佗。来看这缅甸大地震的第2天，去到泰国的无人机帮，大多数拢是照常起飞。不过，也是有一寡民众心内会惊。航空公司也推出着应变措施，包含着华航、商务、中营等等呢，拢是伫咧机限内面会当免手续费改无人机票或者是退机票。另外，观光署也宣布讲，参加泰国缅甸的团体旅游，会当依照着外国旅游定型化契约要求。解约甲退钱。旅客赶行李到柜台办理登机。泰国缅甸强烈地震第2天到泰国曼谷，坐飞机的人虽然无比其他亚洲国家遐多，不过多数班机也是有照常起飞。像那个卡图卡那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去啦，对，其他地方还是会照旧啊，毕竟还是去玩啊。多多少少会，所以有询问一下后续要去泰国的客户，他们是说他们在那边的工厂，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雄雄发生天灾，为咗旅客袂会应变，航空公司是推出上新的做法，
华航4月15进前来回泰国曼谷、清迈、缅甸仰光，也有新乌航空4月初10进前来回曼谷、清迈，也佫有中原航空3月29到4月30期间来回曼谷、清迈，拢是改票退票免手续费。建议还是用延团的方式，因为有一些所谓的必要费用，经常会造成两造双方的一些主张会有不同，也可以就是跟品保协会来寻求相关的调解。另外，交通部观光署也发布上新公告，为了维护民众旅游安全，参加泰国、缅甸团体旅游，范围无限普及岛，会使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第14条，不顾抗力因素来解约加退费。旅行社必须把必要费用扣掉了后，剩的钱退予旅客。旅行社要求要出团，那旅客可以解除契约但是必须要赔偿最多会到旅游费用的5%。不过，根据观光署统计，2024年台湾人到泰国总共112万人次，2月、7月、8月拢超过10万上热门，也来缅甸是6492人次，所来拄到起名廉价，是不是因为地当里引发真侪旅客要来退团退钱，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喊挂歌。这台南的有一个70岁阿伯，伊对2001年开始，因为食酒骑奥多摆犯公共危险罪，入去封关。2016年，搁再酒驾入去封关8个月。指控是1年了后呢，因为酒驾搁再犯3条公共危险罪，共关去封关。去年10月呢，出狱了后，年底搁再酒驾。法官是认为讲，这个阿伯无因为进前封关学着驾驶，只该甲伊判刑7个月。你车阁无车牌，然后你即摆规身躯拢酒味。半暝10点外，老大人骑无挂车牌的汽车，规身躯酒味轰炸落来，酒测达0.65。离伊因为顶2摆酒驾合并坐驾出狱，计也无2个月。代志发生伫去年底，也毋过这已经是这位老大人第9摆酒驾轰炸刑，也互法官认定伊无会记哩坐驾的教训，佮判伊7个月有期徒刑。为累犯。且历经数次刑罚执行，却仍未心生警惕，再度触犯本罪，足见前案徒刑之执行成效不彰，其主观上具特别恶性，刑罚反应力薄弱，应加重其刑。台南地院表示，姓吴被告5年来调工各犯，属于累犯，判伊7个月有期徒刑。那伊无上诉，会第4摆坐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分局也会针对酒驾来加强执法。这位老大人伫2016年因为酒驾坐驾8个月，2021年了后，佮几下摆因为酒驾到去年10月出狱，已经累计坐驾3摆。怀疑审理的时，伊拢承认犯罪，说一犯再犯。警方表示，只要酒驾就会处罚，呼吁民众唔通以身试法。丰时新闻采访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阵趁钱较好趁，为什么伊唔家己趁，刷好心玻璃趁呢？这个诈骗调查局呢，抓到一个诈骗集团，涉嫌假造是外国的外送平台，伫面册顶头成立这卖奖页，讲会当替人找头路，甲这个民众加入去这赖群组。一开始呢，先提供家庭代工的工课有付薪水互因，这个被害人相信了后，才拐因来做这投资虚货币。8个月来，受害者就上百人，损失的金额加起来有超过3000万。为了为调查官捉叫诈骗集团的据点，强势将门斩破入去抓人。分做2个所在搜查，当场抓到8个人，结果共部扣查手机看内面对话内容，这个拢是犯罪证据。诈骗集团创立钱进未来，电池高倍赖群组。一直提出各种的方案，讲投资几落万块，逐个月拢会人固定分红，骗大家做阵来趁钱。不过调查局发现，不法集团一开始拢是讲未介绍头路，甲受害者诱入去群组内底，冒用国外知名外送平台饭团外送，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以介绍工作为由，邀请民众加入 LINE 社群。一开始在社群内发布家庭代工，实际发放工作报酬，并搭配虚假的投资获利截图，诱使被害人购买台达币投资。调查局分析，这款诈骗案件甲传统的吃、套、杀手法佫升级，先提供文章写手、家庭代工等各种工作，互民众接案，营造翕丽的假象。
伫得到民众的信任了，结果等一寡假投资的信息来洗脑。自去年4月开始，8个月内就200人受害，损失金额到2989万。我一定会先给你有一些小额获得那个金钱的一个奖项，告诉你说，你看我不是诈骗哦，我不是骗你的，这个是真的会赚钱。警方提醒讲，只要是被引导家己私密的赖群组，就要注意。上网找头路，怎么骗局真多，唔通钱无赚到，颠倒假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公园的日月湖，搁再传出了意外，在今仔日咧有人去遐跳湖行地路，高消息认为讲，真有可能是破病者来想袂开。市政府为着要防止类似案件搁再发生，去年6月有增加监视器，也派警方巡逻。民众和社福团体是认为，爱对心理方面支持，才当避免悲剧搁再发生。假日的台中公园有袂少游客趁休困出行行的，也不过讲到地漂日月湖，搁发生有人跳湖，民众心肝内也是感觉该游该游。像我也有带小朋友来，也是不敢要让他们下去玩，因为也是怕说比较宁可信其有啦。去年甲今年伫遮传说有民众不明原因跳湖的事件，敢若今年就3层。最近互发现的是伫29，是一个大约60外岁妇人人，家属讲因为破病真久也想袂开。警方讲，发生的案件内底老大人较多，也若市府讲也加强相关的议题，也搁有定定来巡逻。园区内也设有监视器，大概77只，相关监视器的画面都有借接到公园内的派出所，由派出所与本局合作协助监看。另外，有关公园巡检的部分，由派出所每小时定时巡查。市府讲，除了增加监视器数量，水桥周边也增加围栏这相关的设施，也考虑运用这个 AI 科技有效的可能性。也不过，真侪民众认为讲，附近真侪老人住伫遮，加上遮位伫旧市区，暗时真少人来，也不过若要来真好找。老大人真可能因为一时心情无好，而想袂开，就可能一直盯着湖面看，然后就是又站得离湖很近的那一种人，可能就是需要多注意一点。小朋友当然也是要拉住啦。届龄退休或者是在65岁左右的，我们就会建议可以提早安排退休生活，那来转换自己的心情啊，然后也可以想想说，我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下半人生。社福团体也讲，除了涉及面的防治，积极民马引导老大人适度释放压力，也搁有借由甲别人以及社会互动，找回自信心甲生活重心，尽力肯定自我的价值。也若边的人甲家属心理上的关怀甲支持，更加是真重要，才有法度避免真正发生相关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鹿成宫杭溪妈祖绕境今仔早起起驾，这活动有22天，是全台湾一上界长的绕境活动。沿路会经过11个区116个里，按算4月19暗时回家。另外，这标日通宵白沙屯妈祖呢，今年5月初7要往北港进香。庙方表示讲呢，到昨下晡呢，已经超过9万人报名了。伫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的呼叫之下，杭溪妈祖正式起驾，登记为期22日的绕境行程。日到早起来到台中乌一区，受到信众热烈欢迎。当地顶头前来迎接妈祖銮轿，也会入去庄内为当地信众祈福。杭溪妈祖绕境18庄，今年建立第204年，那是全台天数上长的绕境，也将会经过11个行政区116里，天价也是自驾公庙，阁是达到99座。庙方表示，除了维持传统以女性公轿的方式，今年有计参与人次也会创新高。延续204年的台湾无形文化资产，这是国家级的国家级的文化资产。另外，伫苗栗通宵宫天宫的外口，人店也是摆卡等，这拢是准备要报名白沙屯妈祖的香灯卡。没差啦，要拜拜要对啊，保水都蛮欢喜，值得啊。怎么说？值得，保佑你1年平安啊。庙方表示，到礼拜下昼完成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9万，有计今年的人数会创新高。白沙屯妈祖起驾日伫5月初1起驾，有计会以计平均的方式，36点钟左右去北港，呼吁信众爱再来，更较爱注意自身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伫要60年历史的北部大坪国小的育婴楼，由在地居民、老师、学生，还有在地师傅呢，大家合作甲起来。所以因为这安全的问题，学校拍算要甲拆掉电器。经过众人的协调，在2012年的时阵，订立做新德馆的历史建筑。最近有居民和老师用4年外的时间，替这育婴楼出版一本册，叫做《来自土地建筑》。步做查考处顶，会当看出这经过真侪风霜岁月，有60档历史的新德馆北部乡大坪国小育婴楼，2022年登录做新德馆历史建筑，有地方文化工作者甲老师经过2年外的整理，共同出版来自土地建筑新册，希望把这档历史建筑记录下来。当初建校的时候，在盖运楼的时候，是全校的师生到河边去捡石头上来当地基。然后在地的匠师来这边盖这个育婴楼，我觉得都是在地，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除了这个建筑史之外，还有地方史，对，还有学校的建校历史都写在这本书里面。育婴楼起好挖一架子，当年是由全学校师生以人力方式就地取材，对大坪溪搬石头来拍楼面的基础，全木造的厝顶，见证当地抗疫兴衰。透过社区甲文书工作者的调查，会当看到历史、建筑美学以及师傅工艺结合。育婴楼是在地人用在地素材，结合了在地的故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对孩子来说，它是有教育意义的。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就是希望它修旧如旧，把在地的故事、在地的人文，透过育婴楼永远的传承下去。经住社区共同的基地，修复补强建物，活化再利用，和这座承载抗疫历史甲北上西精神的建筑，成做校园的一部分，也连接北部的过去甲未来，成为一个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今仔日是3月29青年节，公司台基台青春咱的帮推出着咱的世代系列报道，连续3礼拜，要来讨论着这少年辈安怎来面对挑战。今仔日先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大学，听这学生安怎面对着学习，还有思考选择。在求学路途上，好像没有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应该说是看学测成绩，然后我觉得可以上这有就上这。尝试太少，因为科系的关系，就一直都是在教室里面。台湾真侪学生咧选大学甲科系的时阵，对未来的方向潜在感觉迷茫。一直到去读大学，甚至是入去工课场了后，才开始伫试验当中，偷偷走出家己要行的路。一开始我选这间学校甲这个系的时阵，我根本就唔知这到底是啥物系。我刚刚看到语文学系，我家己选。用分数来选科系，现在发现甲家己的兴趣无合。教育制度若量早，互学生有无共探索的机会甲指引，互学生有更较侪适合家己发展的空间，都袂一个出社会就拄着问题，甚至是无信心。差不多70%的人哈，第一份的工作哈，是无法度做满1年的。2024年哈，咱的失业率哈，20到24岁的失业率哈，大概有1.62%哈，可是咱全年龄的失业率哈，大概只有3.38%。就算是去读白头壳的大学，这学生嘛有同款的焦虑。但有小读阳明交通大学多媒体工程研究所2年啊，对伊来讲，就算是家己选择的科系，读家己要出业的时阵，最近却发现伊对学的物件渐渐失去热情，这嘛互伊真烦恼。但是到后壁就变较无兴趣，啊，不过嘛无讲是讨厌嘛安尼。有考虑休学嘛，然后也有考虑就是要不要换个方向读。艺术创作的形式。咱对读大学这件代志，可能有一个完成度迷失。习惯讲用顺利毕业来讲，就是上好的、上应该爱安尼嘛。现在讲休退学一定就是负面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侪学生是哪看哪行。要安怎让少年人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有更较侪选择、试验甲修改的空间，是社会爱重视的教育问题。记者洪条生、吴一修综合报道。再来天气变化，先看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1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9度到21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确定小休困一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我是嘉豪，咱再会。外带吗？我惊的就是惊找无我适合的工作。青春的路是选择题，不是输开题。叫后边。